台南市动保处甲林德区公所以及学校5号伫林德区举办摇尾草狗狗派对宠物友善市集，现场邀请侪间宠物业者来设档，提供毛小孩甲主人共有的空间，同时也伫活动中推动生命教育，互民众认识主人应该爱尽的责任。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再来以领养的流浪狗黑妞做伙来同乐。今天看了很多大狗、小狗，还有大人小孩，大家一起来人狗同乐。疫情防疫这个健康有，就是要在户外，就是要在空旷的地方，很开心的舒展身心。那有的人去游山玩水，其实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就更爱跟宠物一起玩。所以说，在这边人狗可以说是非常快乐的一起徜徉在这个户外之间。刚刚还看到了有人在玩这个狗狗飞盘飞盘狗。那很多狗狗接得不亦乐乎，但是人跑得更累所以说其实用这样的流汗跑一跑在外面户外有一些一方面推动这个动物的保育，一方面推动这个健康防疫观念的健康游，这个部分真的是让人家非常开心。黄伟哲表示，宠物是安慰心灵的良伴，为人带来正向心情。主人也应该回馈爱甲保护。市府致力推动宠物友善环境，鼓励民众爱定定带着宠物外出活动。林德区公所表示，高龄社会少子化，有宠物的陪伴更显重要。区公所结合动保处办理宠物友善市集，免费提供狂犬病疫苗注射甲晶片注射，推广尊重生命领导动物保护精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